主席程振明議員，亦都有請林天福議員，再有請海聯環保陳義定先生、屯門新墟村村代表許卓豪先生，亦都有請智勇堂阿葵哥，亦都有請財哥、楚元哥，有請咁多位嘉賓為醒獅點睛，俾啲掌聲咁多位嘉賓。葵哥、財哥、楚元哥，有請有請，卓哥，行緊出嚟，行緊出嚟。揸支金筆影張相先，影張相先，影張相，影張相先，係影張相先。好，咁嚟。朱砂開筆，大利大吉，一點睛。2.0，3點茅山鐵膽鬼神經，4點正宗日月明，5點鑼鼓響。請坐。